第一格黐呢一個位置，最低嗰格呢個位1cm 個位。黐完塊皮之後咧，就黐你個領皮啊！開始震啦！你個頸我黐一格嘅啫，你唔使緊張嚇。你唔見我咁因為我要黐3格，其實最好咧，如果你哋啲皮夠咧，你就好似我咁突出去少許啦，咁樣啱啱冇黐翻佢，咁樣嗱，其實咁樣黐咗呢一格啦。其實正確嚟講咧，首先咧，因為我哋要縫線嘅，第一時間咧就係未黐呢塊之前咧，你就縫咗呢條裝飾線先。咁樣縫咗一行線，好似呢度咁縫咗一行線，冇嘢嘅，自己同自己縫啦。縫完之後先至黐呢一塊。因為咧，但係黐嘢咧都要俾少許壓力佢啊，揼一揼佢。好啦，黐完之後，我就拍翻張卡上去，張卡就擺喺第二格嘅位置，咁樣，然後將呢個摺翻上去。如果有2張卡咧就好啲咯。嗱，咁樣，當你摺翻上去之後，你就開始黐呢一格啦，黐中間呢一行。咁你自己 mark 到啲位㗎嘛，啱啱齊翻呢一個位置，咁樣黐咗呢行，咁呢度又搽大膠漿。風琴咁喎，咁跟住咪？咁啊，係啦，風琴咁樣，咁啊黐咗第2格啦。黐完第2格之後，就再覆翻佢落去，咁樣覆翻佢落去，咁樣，然後第3張卡係拍你個頂嘅咁樣，好似樓梯級咁樣。咦，咁係咪每一格下面嗰條裝飾線都應該亂咗先啊？係啊，所以你見我唔黐就係咁，因為我未亂線。嗱，當你做咗咁樣之後，咁原則上咪變咗有幾格啦。嗱，第2格開始，因為第2我練咗，我都可以做，可以嗱咁樣啱啱好呢個位啦。好啦，跟住第3格呢個位，因為冇練啦。咁樣嘅，咁樣嗱，你每黐完一格，你都要喺下邊縫咗條裝飾線先，黐埋下邊嗰個，然後黐呢個，黐完呢個，咁又再連埋呢條線，連完之後，跟住就個頂呢一行線縫咗去，即係 total 每一個卡位個位置都會有一條線喺度嘅，最後嗰行就咁樣縫，縫完之後呢個位置縫8.5。呢個位置中間縫嗱，你哋如果得2張卡就縫7.5，因為減翻1個 cm 嚇。如果我當你做因為你個張15嗰個咧唔夠做3張卡嘅，3張卡要20幾嘅。咁呢度我縫8.5中間位置咁樣，喺呢度咁樣縫8.5咁樣，縫一條直線。呢8.5嘅原因點解會有8.5出嚟咧？就係你擺呢張卡嘅位，嗱係咪？咁樣擺咗落嚟之後，呢度係咪8.5？就係咁啦，嚇得唔得？如果你係做2張卡嘅，因為你哋嗰個係2張卡嘅，所以你哋係7.5嘅啫。點解我哋嗰個係？因為我叫你裁咗嗰塊係15，係只可以做2張卡，唔可以擺3張卡。你個細嗰塊皮啊，如果你細咁未裁咧？未裁梗係可以啦。就係咁咯，未裁就裁10。係啊，
唔好裁，好似我咁哦，長少許。哦嗱，其實我而家 cut 翻出嚟，你都可以計到幾長㗎，20幾嘅啫嘛，咁樣咯。嗱呢度揾把尺拉一拉呢個，當呢度啦，唔使啊。我當佢15、10、15、20咋，用20 cm，3張卡就用20 cm，嚇。但係你要做得好準咯，所以我一定長咗，我寧願最後 cut 咗佢嘅。可能你哋咪要做22、3咯。好，咁呢邊卡位有冇問題先？冇問題，好啦，到呢邊啦。